来，咱来第一站哈，预备，来。平安的兄弟，万贯同的安乐，我在救赎的歌万岁，你来耶稣，后羿主人的人，地天的当你，有了我送出生命，眼望无尽。好，来第二站哈，来，小自己本心立身，我可以所救助。我们那因的心别关，兄弟眼光，我们跨出的名，称赞一多感念，得了奇妙主的灵命，眼望无尽。好，来，咱过来练圣诗第444首，圣诗第444，祝你调明河顶清澈。咱请苏群甲咱起音吼。来，第一站，预备，来。祝你调明河顶清澈，将万族心向你，叫你的未来我来信，明白你最万物主宰。咱这首的歌词第2站甲第3站吼，牧师甲咱改新的歌词吼，所以咱大家做来看卖吼，第2站第2站看卖吼，来咱做伙来念吼，信心袂忘袂着，看袂记，是向前行动力。来，过来，路程有起点。有终点，有可能永远找袂着。好了，无通掌握我课，咱第一摆念的吼，来，咱来看第3站吼。受吊应信大将，如所行得有信事，必然冒险。得福气，是以色列得神机，正做一幅地图，互人来看到你。好来，咱来练第2站甲第3站就好吼，咱来想办法甲这个歌词吼，斗好势吼。来，来，信心无畏着。Yeah.
咱练习到遮吼，那手机啊，麻烦你改做震动，还是该关掉。万国啊，要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要讹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施大慈爱。上主的信息永远伫地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3首，阿必兰的上帝。圣诗第3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愿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为在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日来受苦，定死过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天打坐全能父上帝大屏，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对赦免，肉体搁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2篇，诗篇95篇。启应文第22篇，诗篇95篇。我来启，恁来译。来啊，咱来唱歌儿乐上主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。伊统海地极，亲的所在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恭敬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恳求上帝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通过圣神的运行，伫阮生命当中学习谦卑。当应有出现时，求上帝互阮的心坚定，无摇动。当压力来临时，互阮会当将压力交托伫主手中。当阮拄着歹解决的问题，愿我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甲能力，互阮明辨是非，行伫你公义的道路，互阮得到平安的心，活出喜乐的人生，体会上帝的温暖，满满伫阮的心上，互阮透过彼此的相疼，互相的扶持。用爱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直到生命的落尾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要带咱来因的死是山顶的脚印，山顶的脚印。
同齐专心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创世纪12章1节到9节。创世纪12章第1节，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恁老爸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”第2节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予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，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第3节，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伊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第4节，亚伯兰照上帝吩咐就出去，罗得嘛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哈那的时75岁。第5节，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得出发，佮带伊伫哈那所接住的财富，得到的仆人鲁比要去迦南地，伊来到迦南地。第6节，亚伯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树遐，迄是迦南人住伫迄个地。第7节，上主对亚伯兰显现讲：“我要将即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”伊就伫遐为着伊显现的上主起一座祭坛。第8节，伊搁对遐刷到逼着离东边的山区，甲布比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坛，求叫上主的名。迄个所在西边是逼着离，东边是哀。第9节，亚伯兰渐渐刷去南边的尼哥夫。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。今仔日，上帝要借着牧师传予咱的信息是信心的旅程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
主管感谢你，因为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，也帮助阮，予阮清楚知阮如何来跟对你。愿主带阮踮伫每一个人生的路程中间，看见你的疼，也看见你的带领。当在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感谢大家平安。伫这个时代，足侪人足爱秘伫厝内底，所以咱会讲这叫做啥物？宅在家。宅在家，哪亲像愈来愈侪人想要爱的生活？因为囝若要行出去，你就爱面对未知啊，你就爱面对挑战嘛，所以这是困难的。但是咱嘛知影，如果对少年人、对囡仔来讲，若是无踏出去，这个人就无法度去了解整个世界到底有偌尼啊宽阔。所以对少年人也是对囡仔来讲，不断向外踏出去，这是重要的。但是对老人来讲，这敢若嘛最重要的对无？因为年纪愈大，虽然咱的体力在减少，健康的状况也渐渐在衰退，但是咱囡仔无出门的时阵，可能咱退化的速度就同款会愈来愈紧。所以无论对年轻到年老，咱一直咧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咱必须爱踏出家己真熟悉的所在，咱所看、咱所听、咱所望，拢不断需要搁较开阔。照着安尼，咱了解上帝到底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咧做啥物？其实有当时啊，包括咱咧读圣经也是共款。伫现在这个时代，咱咧读圣经，通常咱拢用啥物咧读？可能手机啊已经较济啊，对无？可能咱摕手机咧读圣经的人，咱年纪较大，可能还阁还好，咱咧摕纸本。但是对少年人来讲，可能摕手机咧读圣经的机会，已经比摕纸本咧读圣经的机会阁较济。咱若是用手机咧读圣经的过程中间，咱会拄到一个困难，就是咱所看到的范围会缩绑点伫咱即马要读的这段。就是譬如讲，咱今仔日读1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咱就真容易敢若缩绑点伫第1节到第9节。但是咱若是摕纸本的时阵，会有一个好处是啥物？你有机会看到边仔咧写啥物，你有机会看到头前也是后壁，这个所在咧写啥物。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节，是咱大家真熟悉的一段圣经节。也是创世纪一段真重要的所在，因为踮伫亚伯兰所领受的这个呼召，会当讲创世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所以这段圣经节是重要的。咱会对12节第1节开始咧读，不过咱来想一下，这个故事到底对开始？这个故事到底是对来的？咱可能爱看11章的上尾流，咱必须爱看11章的上界尾流。一个重点是亚伯兰的爸爸叫啥物名？塔拉，伊的名叫做塔拉。踮伫11章的26节开始咧写这个故事哦。伊的爸爸的名叫做塔拉，几岁生亚伯兰？70岁生亚伯兰。好，咱阁继续来看落去，塔拉活到几岁？205岁，踮伫32节的所在写到讲，塔拉活到205岁。好，过来咱阁继续落去，就是亚伯兰几岁离开哈兰？75岁。好，安尼小算一下，迄个时阵伊的爸爸几岁？145岁嘛。安尼伊的爸爸迄个时阵145岁，照安尼推算，就是当亚伯兰离开的时阵，伊的老爸也阁活60年啊。照安尼来看，就是当伊离开的时阵，伊的爸爸也阁活60年才过身。我即马听起来讲这个数字咧算的时阵，敢这到底有啥物特别的？咱详细阁看落去，咱就知影伊的特别点伫对。亚伯兰这个故事是对塔拉整个家族的牵线开始的哦。塔拉整个的家族开始带亚伯兰这个囡仔做伙牵线，要到伫一个所在。
啊，踮伫哈兰的时阵，因可能已经进入一个较稳定的生活。咱会当想象，就是一个老爸带整个家族咧搬厝，去到伫一个新的所在，踮伫遐建立家己的家庭，也开始有财产，开始有侪项事。踮伫这个时刻，上帝的声音临到伫阿伯兰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伊爱伊离开家己的爸爸哦。伊爱伊离开家己的爸爸，啊，搁较重要的，咱拢知影阿伯兰无囡仔对无？咱拢清楚知影阿伯兰无囡仔，所以这个呼召临到伫阿伯兰的时阵，是爱伊放弃伊会当继承的一切。若是照咱来想，老爸有一日若是老爸离开的时阵，我踮伫遮，踮伫哈兰所建立一切的财产，一切遮的物件，拢是阿伯兰的。但是当这个呼召临到伫阿伯兰的时阵，这个呼召爱伊离开，代表的就是所有的财产，安尼会甲伊无关系。然后伊阁无囡仔，也就是讲，伊即马若是要踏出去，伊所爱面对的就是我未来啥物拢无啊，我未来啥物拢无啊。然后伊讲，伊的名的意思，阿伯兰这个名的意思是一个尊贵的老爸。一个尊贵的老爸面对讲，伊一定要离开家己的家，离开家己的所在，放弃所有的财产，会当继承的物件，放弃一切安全感，要调往一个所在。迄个所在，敢若是一个声音对伊讲：上帝爱你，去遐。咱就渐渐去体会这个声音对阿伯兰来讲，到底有偌尔困难，要做这个决定啊？你只不过敢若听到这个声音，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。佫有另外一个所在，咱嘛一定要注意。踮伫12章佫向头前的时阵，其实因住伫什么所在？因踮伫巴比伦，看到巴比伦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咱就会佫发现讲，原本因所徛起的所在，其实充满异教的信仰。因所成长、因所生活的所在，充满异教的信仰。所以这个意思，上帝咧呼召这个意思，才会是爱阿伯兰行出去，是爱伊去学习认捌这位创造的上帝。毋是我靠财宝，毋是我靠厝内底所留落来所拥有的一切，毋是我靠这个异教的信仰、这个偶像。是爱伊完全行往一个新的世界，爱伊行往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世界，踮伫遐看见讲上帝要甲你同在，所以咱才会当接对12章第1节，上帝对阿伯兰安尼讲：你着爱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咱安尼听起来就是感觉足困难啊，敢若这一句话难尔。敢若这一句话难领，就爱阿伯兰放弃所拥有的一切，去到伫一个完全无熟悉的所在，去遐，敢若会当我靠上帝讲，上帝到底爱我经验啥物？即几工，咱的社青信柔咧甲我分享宣教的课题，因为伊最近咧协助一个工作。伊咧协助一个工作，就是去评估一来到伫台湾宣教师健康的状况。一开始伊甲我分享讲，伊认为这个工作应该无啥物困难吧，因为伊是医生嘛，伊是医生，所以去评估宣教师的身体的状况，这敢若无啥物困难。但是伊无想到讲，当伊愈咧听遮个人的故事的时阵，伊愈发现讲，哇，这比咱所想的搁较困难，因为对遮的宣教师离开家己的所在，来到伫台湾，除了咱的天气真正真歹适应，咱的天气，台湾的天气，甲外国的气候完全无共款。除了安尼以外，搁有心理的状态，来到伫遮一个完全无熟悉的国家，语言无一定遐尼通。踮伫遮面对事工的困难，面对服侍的困难，其实心理受到足大的冲击。
嘛毋拿遮个宣教师，包括因的囝儿，因的囝儿来到伫台湾，学要怎样甲同学互动。有当时需要牵线的时阵，伊甲朋友中间的关系也受到影响。所以伊咧发现讲，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，遮个宣教师以及因的家庭心理的状态，才是搁较困难的。所以，诚做一个医生，伊咧听遮个故事的时阵，伊受到一个真大的冲击。这个冲击是，原来宣教师所面对的生活，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困难。现在咱踮伫遮，咱会不断讲起过去咱宣教师踮伫台湾真水的故事，真重要的贡献。但是咱真少去体会到，迄个带着一个使命，要离开家己的家，去到一个完全无熟悉的所在，踮伫遐，心理也是因的灵性所爱承受的重担，到底有偌尔沉重？所以信徒甲我分享的时阵，伊是咧邀请我甲伊做伙祈祷，因为伊到后壁甲我分享讲，伊无想到讲爱评估遮个宣教师的身心灵状况，搁较重要的是，迄毋若干那评估身体健康，包括有可能影响因会当继续踮伫遮服侍落尾。也照着安尼，所以伊就开始发现讲，宣教即件代志，确实需要侪人共同祈祷，需要侪人共同为着每一个踮伫第一线，也是咧关心遮个软弱的人需要替因祈祷，毋但替因祈祷，也需要为着因整个家庭来祈祷。因为要踏出宣教的脚步，所面对的就是完全的未知、完全的挑战。有当时啊，踮伫台湾是安尼，去到伫国外，搁较是一个搁较新的挑战。所以踮伫阿伯兰的故事内底，咱会去看到讲，阿伯兰毋是咱所想象的遐尼简单，敢若讲哦，伊是信心的老爸，所以应该足有信心。是伊嘛面对侪困难，面对侪挑战，然后踮伫即个挑战的过程中间，唯一会当掠掉的，敢若上帝即句话尔，敢若上帝所对伊讲遮的话，定定咧读遮个圣经节，我就会开始咧问，咱逐个人拢期待听到上帝的声，但是如果上帝今仔日真正对咱讲话，毋知咱会安怎反应？咱期待听到上帝的声，但是咱往往去期待的是，上帝你爱照我所想的，安尼对我讲话吧。咱较歹去想象讲，如果今仔日上帝所讲的毋是咱所爱的，安尼到底要安怎办？安尼咱到底是要回应，也无要回应呢？无论安怎，人的性命袂停伫遮，人的性命袂停落来。就算讲咱偌想要摸清楚、了解讲哦，上帝拜托你，互我清楚知影，我安尼去行吼，敢会当安全，敢会当得到保障。但是无论安怎，时间就是咧行，咱必须爱向前行。踮伫阿伯兰的故事内面，咱看到即件代志，伊必须爱离开家己的老爸，伊爱离开家己的老爸，离开家己熟悉的所在。离开家己已经真习惯的生活，去迈向一个漂流的生活，因为踮伫遐，伊毋知会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这段圣经节佫继续落去，对第2节到第3节，上帝毋但对伊讲你爱离开你家己的厝，伊佫较讲的是上帝确实要赐福予你。上帝确实要赐福予你，这个福气是啥物？这个福气是，我要予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予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予人得到福气，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予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，拢要因为你通得到福气，是上帝的赐福。咧带着阿伯兰，
向前行。所以，迄个号召是你离开本族了后，有一个真大的福气，是我确实要祝福你，要互你成做大国。但是上界困难就是啥物？若是要完成这个得到这个福气，对阿伯兰来讲，上界现实的代志是啥物？伊无囝。上界困难的代志是伊无囝嘛。因为一开始上帝就讲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但是我若无囝，我要安怎成做大国？所以伊真现实咧面对这个挑战，但是唯一会当帮助伊的，就是伊必须爱相信讲，上帝要祝福伊。伊必须爱相信这句话，伊必须爱相信讲，上帝确实会祝福伊，互伊成做大国。然后，众人嘛会因为安尼照着伊得到祝福，这是伊必须爱去抓掉的。咱嘛毋知伊到底迄当时咧选安怎选择的。毋过，伊就踮伫75岁的时阵，照上帝的指示离开哈兰，带伊的某撒来，带伊的弟仔罗德，以及伊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就安尼调往迦南地。向迄边来出发啦。读到伫遮的时阵，咱嘛不得不问另外一个问题：安尼到底遮会缀伊出去的人心内底咧想啥物？缀伊出去的人到底因安怎看待上帝的声音呢？是啊，阿伯兰你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但是我无听到啊。你有听到上帝的声，但是我无听到。啊，你讲要出去，就爱我就爱缀你出去。到底对遮个人，因安怎看待遮个声音，以及因如何去看待阿伯兰的决定？因的声音哪亲像无受到咱的注意，嘛咧帮助咱了解一件代志。有当时啊，咱拢照着上帝的话咧向前行。有人了解，有人无了解，有人懵懂，有人完全会当掌握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咱做伙咧向前行，咱做伙咧向前行，咧敲吹到底这位呼召人的上帝，伊咧做甚物？人的一生检采是因为安尼，咱得到福气啊。咱无一定完全拢了解。应该讲，咱每一个人无法度完完全全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总是无论安怎，咱就踮伫这条路中间，勇敢向前行。咱要看见上帝怎样祝福予咱。当然，照咱所知的，阿伯兰会犯错，踮伫后壁的故事，咱都看到，阿伯兰会犯错，阿伯兰也有软弱的时阵，但是上帝的保护。完全无离开伊，伫一步一步的过程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。伊敢若会当向前行，伊敢若会当阁继续行落去。但是这个行落去是啥物？是离开迄个拜偶像的环境，进入一个不断认捌上帝、不断要看见上帝心意的行动。这是上帝的呼召，邀请阿伯兰。离开迄个拜偶像的环境，独独倚靠上帝的呼召来向前行。煞接踮伫后壁，伊就一直讲，伊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踮伫遐起造祭坛，要称赞、要敬拜上帝。这是一个重要的立约，就是我的一生确实要踮伫上帝的信仰中间。伊离开。过去迄个偶像的崇拜环境，离开我靠财物，我靠我厝内底互我的安全感，独独踮伫未来人生的道路顶面，我要认捌上帝，我要跟对上帝，我要一生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向前行。也照着安尼，咱才会当了解讲，咱所讲的阿伯兰是信心的老爸，这咧代表的是啥物意思？信心的老爸就是伊真正放弃所有互伊得到安全感的来源，愿意照着上帝的声音向前行。去到伫遐，也是我
过去遐拜偶像的环境讲一个再见。我现在要认捌上帝，也照着认捌上帝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祝福要确实临到伫伊，互伊要成做大国，互伊要成做正人的祝福。这是阿伯兰所领受的，也是咱所学习爱如何得到信心这个功课上介重要的一个决志。6月份是足侪学校咧毕业典礼，所以最近有真侪真水的演讲，踮伫咱的四周围，所以踮伫网络顶面咧看到真侪真水的演讲。我看到一篇演讲，互我真有印象，迄是北一女的校长伊的演讲，伊对所有的学生咧鼓励，伊讲一段家己的故事。伊讲当伊咧应聘要成做北一女的校长的时阵咧，面试的委员问伊一个问题。问伊一个问题，讲你要怎样互你的学生过幸福的人生？一个校长踮伫遐准备要应聘，侪人咧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咧想这个问题：到底一间学校甲学生是毋是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？这敢真正是校长的责任嘛？伊开始咧想这个问题。伫那咧想的过程中间，伊慢慢嘛去体会到学校的任务是啥物？学校的任务是检测咱认为是帮助囡仔、帮助学生会当学到才华，会当得到专业，会当踮伫因的未来会当有好的发展。但是伊开始去体会一件代志，真正爱互学生得到幸福是。帮助遮的学生清楚知影讲，人生要得到幸福，毋是干那追求家己的幸福，也包括爱追求互整个社会拢得到幸福。所以伊当到伫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教育，就是爱帮助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囡仔学习成做一个成熟的人。这个成熟的人会当活出正直，会当活出诚实。未来踮伫社会中间，伊会当成做一个互别人所需要的人。伊家己会当有好的行达，嘛会当成做别人所需要的人，会当成做排起责任的人。所以照着安尼，伊重新咧思考，其实。尤其踮伫即个社会，踮伫今仔日即个时代，咱真对网络顶面，咱四过拢会当得到侪财物，咱拢会当得到侪资讯。但是咱所看的物件，其实拢是干那咱会眼界所掠准的安尼那尔。咱所看的只不过是干那咱即马踮伫遮滑手机，也是咱所看的都干那安尼。其实踮伫即个社会，踮伫即个时代中间，咱也阁有阁较侪咱所毋捌的代志发生踮伫咱的身躯边。所以才会讲，遮个学生经过高中3年准备爱进入大学的过程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去判断咱所得到遮个资讯，咱所看到遮个新闻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。到底咱所吸收遮个声音，到底是真正是好的吗？也是歹的？若是安尼，伊期待帮助囡仔踮伫即段学习的过程中间，会当养成一个家己判断的能力，然后成做一个成熟的人，成做一个互别人所需要的人，成做会当排起责任的人，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的幸福。是为着整个社会的幸福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。若是照安尼来看，阿伯兰所领受的，敢毋是安尼嘛？咱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所领受的呼召，敢毋是安尼嘛？毋是靠着咱会当做啥物，毋是靠着咱有偌济才华，咱有偌济文书。是咱会当清楚知影，上帝的声音一直咧呼召咱，一直咧帮助咱，
互咱会当成做一个愿意尊主最大的人，互咱会当成做一个有智慧去判断的人，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带来祝福的人。若是安尼，咱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，咱的社会嘛会过了愈来愈美好。宣教师的使命其实因一生拢咧见证这件代志，会面对打击，会面对挫折，会面对济人对伊的误解，总是只有上帝的恩典会当帮助伊，阁继续向前行。因为踮伫神学院有机会接触无共款的宣教师，当我每一摆问遐个已经踮伫台湾服侍20几档、30档的宣教师的时阵，定定我拢会问伊一个问题，问伊讲：啊，你离开家己的厝，你的爸爸妈妈破病，你拢无一定会当踮伫遐。啊，踮伫遮尔大的挑战，你如何会当继续踮伫遮？你如何会当继续踮伫台湾遮尔长的时间？咱拢会期待伊会当讲一寡帮助咱的，但是我所熟悉这个宣教师永远会敢若对我讲一句话，伊讲的是爱相信上帝有恩典，敢若相信上帝有恩典，所以我会当踮伫遮。是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爱相信上帝有恩典。上帝有恩典，毋是靠着人所掌握的，毋是靠着咱所认为有家己会当得到安全感的，是上帝的应允，确实要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阿伯兰的呼召也是同款，所以咱会当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故事，对阿伯兰这个行动开始有新的开阔。我才会形容，若亲像踮伫地图中间看到一个故事，踮伫遐，踮伫迄个地图中间看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人生的路是照安尼咧行的。上帝的话每一日帮助咱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声音也通过无共款的人、无共款的事件，一直咧对咱讲话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咱会当行这条路，咱会当做伙来得到这个幸福的人生。踮伫这条信心的路程顶面，看见远望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信心的路程，信心望袂到、看袂到，却是一个向前跑走的动力。路程有起点。或是有终点，或是有可能永远找袂到安然休困的所在。凭信心向前行，踏上旅程，无通倚靠，无通掌握。既然我所行要有新的事，信心的旅程得到福气的应允。阿伯兰的冒险，以色列的开展。正做一幅地图，有人看见你。咱踏出去的时阵，咱知影可能有起点，但是终点站伫对，咱无人通好知。总是照着上帝的话，若亲像咱咧看一幅地图，踮伫这幅地图中间，咱不断跟对基督咧行，听上帝的声音，听上帝的话语。一步一步，互咱的故事会当得到开阔，互咱身躯边的人也照着咱得到祝福。请咱同齐透过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。圣诗444首，祝你吊命河顶青草。
错，当关注心听你，叫你的未来我内心明白你最望有足够在大家之气鼓鼓我心，每日我都是爱，信心望每个着高看每见，是向前行动力。路顶有起点，有终点，有可能经完世袂记着，眼睛听向故所，无通将眼挖空，受掉因死因大下就愈听，所惊袂有心事，阿伯咱无嫌伫好气，是伊说咧开电视经机，食到最一目地个倒，好人来看着你，自你交代我甘所着罪，无论单独做伙，你心刚定保护义上，关关无听惊望仰望，是急嘅罪过无关，有小公路完全。咱同齐来祈祷，祝你好调的声音对阿伯兰显示，带伊向前行，面对伊所掌握的一切，伊需要放下，敢若会当照着你的号调，一步一步勇敢向前，相信你的祝福的确要点伫伊的生命中间彰显出来。所以照着安尼，今仔日当阮点伫遮的时阵，阮也是一样，阮不断对你的话语中间敲吹认捌你的声音，也互阮的生命毋但家己得到福气，也会当互得阮身躯边的众人得到福气。愿你帮助阮共同行伫即条信心的路程中间，互阮踮伫遐，阮拄着你，阮看见你的恩典何等宽阔。今仔日阮也为着济对过去到现在，宣教师踮伫台湾所付出的每一个家庭，阮献上祈祷。愿你的怜悯，愿你的听，永远甲因相伫地，带因无论踮伫任何一个角落，拢通成做上帝的见证。感谢你，互阮自己踮伫遮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来报告几项教会消息。咱即礼拜圣经学堂会暂停一摆，咱是有一个实体的讲座吼。好，咱即礼拜拜三的圣经学堂的时间吼，咱是7点半下点伫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，咱有一个特别的讲座，是用绘本来讲见证，特别要讲宋伊丽莎白甲伊莱莎牧师牛因福音的卡架。演讲的讲员是2本绘本的作者陈韵如，伊是嫁予苏格兰人吼，所以伊最近咧做的工作是，伊准备要制作目迄个牧师娘的绘本吼，所以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听，咱7点半下点伫伊丽莎白礼拜堂，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后礼拜我需要到伫东部中会服侍，担任东部中会大传播的讲员。我礼拜点伫东部中会道兴教会来讲道。好后礼拜嘛是咱教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，所以咱嘛同齐为着咱文字传道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好咱的报车检查吼会定伫7月16甲7月23。所以，请咱各团契甲咱的机构会当备办咱的资料，踮伫7月16甲7月23的时阵，要进行咱顶半年度的迄个报车检查。咱踮伫8月初6的父亲节联合礼拜，咱会有洗礼甲健身礼，所以若有意愿要接受报名的人，会当请咱踮伫7月初2进前吼，踮伫7月初2进前来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所以嘛，请咱会当同齐伫伊遮的时间。好咱有人咧问咱的迄个普罗山到底生做安怎？这是迄个 sample， 这是示意图。但是普罗山大概是生做安尼，所以咱若是需要登记，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踮伫礼拜三的时阵，到伫办公室这边小可牛理的寸笑吼。所以一领是200块，超过的部分就是教会来负担吼。所以咱尽量踮伫迄个这个月吼，就是6月30进前来完成，好无？请咱会当共同来做这个登记。好理财有道的课程吼，咱继续邀请咱大家来参与。咱敢若拜五暗时已经会当开始吼。拜五暗时有8个人拜6早起佫有一寡名额，所以有意愿要参与的人嘛，欢迎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做报名。好咱昨踮伫遮有举行罗定峰牧师的告别礼拜，今仔因的查某囝踮伫咱中间，嘛特别要咱来致谢吼，罗牧师的查某囝踮伫遐吼，做伙咱来致谢，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，为着罗牧师整个家族来关心甲代祷。好咱张简银珍牧师的师长，咱顶礼拜无看到，今仔日踮伫遮吼，虽然小提一个，互大家小看一下。师长叫做庄玉恒吼，庄玉恒，伊是 YMCA 的游泳教练，伊游泳教练对迄个4个月对无？对4个月的婴仔会当开始教。到80几岁拢有伊的学生吼，好所以咱欢迎张简英真牧师因的家庭加入伫咱中间中会有恢复，就是咱张简英真牧师的就任礼拜会定伫8月27的下晡3点吼，所以嘛，请咱为着即件代志祈祷，期待咱迄日下晡咱会当共同来参与。好，安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。咱三甲来唱祝福柴肯的诗，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。记得伫创世纪12章第1节，咱做伙来读2节。上主对阿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你老爸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”创世纪12章1节，搁一届。上主对阿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你老爸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”创世纪12章1节。咱三甲来唱祝福柴肯的诗，圣诗第402首，恳求你引带我脚步。仪式结束后，请牧师祝祷。
若无我，毋甘家己来行，阮求你甲我拖都无苦，假使我坚强欠伊是正，送我哪一阵受你改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，对水紧带是要下人，这是我人生必经梦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，无论出也是日，拢有伊的平安，甲咱三同行，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